叫我乜乜物物啊？做咩啊？呢嚿嘢邊個俾我㗎？唔係我嘅。5條送俾香港嘅中華尋係象徵奧運5環，依家少咗1條，內地會盡量安排喺奧運之前補送俾香港。中華尋係國家1級保護瀕危動物，亦都係現存最古老嘅脊椎動物。無線電視記者潘慧蘭報導。立法會聽日辯論引用權力及特權法，令到政府公開副局長同政治助理嘅聘用資料。前問責局長黃永明認為要立法規範聘用準則。吳景俊報導。做過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嘅黃永明接受專訪嘅時候話：問責制係大勢所趨，但亦都要制定守則，令公務員清楚知道點樣同政治委任嘅官員合作。只要你係有一個好合理嘅一個投訴機制，你都只要咧係新嘅問責官員的確係有真材實料去做一